下面咱来共受上帝的话。咱今仔要共读的圣经是马太福音20章第1节到16节。请咱做伙来读。第1节，因为天国亲像早主透早出去请假，入伊的葡萄园，甲对方的人约一日时文，就找因入伊的园。到晚的时出去，看见有婴儿徛伫街市内的，就甲伊讲。恁也去葡萄园，我要照公道予你，紧就去。12点到3点的时，搁出去，也安尼做。5点的时出去，搁拄着有人徛伫，就甲伊讲：恁啥事通入婴儿徛伫遮？恁甲伊讲，因为无人请我。伊甲伊讲，你若去葡萄园，到日后，房主甲伊的管家讲，叫做工的，互因同钱，对落尾来去，到大省来的为止。在5点钟所请的假，大家领1文，大省请的假。因拍算会领较济，毋过伊也大家领1文，领了就对地主老娘讲，阮同你所老是日，请的我要请的，这当一点辛苦，竟然互因到阮面，因就对伊讲，有人讲，朋友啊。我毋是无公道款待你，你也毋是甲我约1文吗？因为你做你，我要互这落尾甲你用我你惊我所爱，减袂做你，还是因为我做好，你会感谢吗？亲像安尼。咱今仔要请永和教会听牧师来甲咱讲道。今仔要讲的题目是难解的劳资纠纷。咱请永存牧师。李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今日我受派代表台湾新人医来甲咱报教会来请安，真感谢上帝会当有这个机会，伫遮和大家来分享信息。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内面，咱有看见咱总有设立3间新人医：台湾新人医、台南新人医以及玉山新人医。这3间新人医拢有伊无同的特色，因所造就出来的学生，因的这个。特色以及因的这个服务会理念，嘛有真侪无共款的所在。对我来讲，台湾新人医是我的母校。伫我对细汉一直到成长，有经过真侪学校。毋过咧，对我来讲，上界有意义、对我上界有帮助的一间学校，就是台湾新人医。因为伫这间学校内面，我的生命得到真大的转变。我是第3代，应该讲第4代长老教会的信徒。毋过咧，我对细汉我的信仰真正无好，一直到大汉嘛搁较无好。毋过一直到进入新人医，我的生命得到真大的转变。所以讲去新人医中间，可能有个人会感觉讲你准备好再入去。毋过对我来讲，我确实伫遐得到装备，我才出来。所以讲对这间学校来讲，伊敢若是一个真好的一个转变生命的一个所在。伫遐，迄个校园的环境是真优美。伫迄个所在的迄个灵命以及信仰以及知识的基础，确实外面无办法去会当有机会去接触。所以讲嘛，望讲通过咱每一间教会的支持，会当互台湾新人医会当搁继续来栽培，更较好，有更较有用心
来去服侍诶，即个传教者。所以我们讲通过今日诶主日礼拜嘛，我们讲咱后部教会会当阁继续伫咱伫上帝面头前继续来支持咱台湾新学院，毋但用到祈祷，嘛用到咱奉献来帮助即间学校会当继续正对上帝好诶采用。好，伫遮甲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请安报告，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每一遍伫你面头前，都是阮上界欢喜、上界稳定的时刻，因为阮带着6天诶创伤，阮带着6天诶即个重担，阮会当有时间来到遮，都是要伫遮得到安息。阮要伫遮重新得到快乐，要伫遮来得到主你的扶持甲帮助。主，阮相信伫今日，你要阁一遍将你的话对阮来拍开，互阮的心会当向你来显明，你的话就要进入伫阮的内面，阮的生命就要得到起造。当阮来离开礼拜堂的时阵，阮就要出去伫正的面头前来换出水果好的见证。阮要阁一遍将下面的时间恭敬交伫主你的圣手，求主带领。祈祷拢上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伫咱头拄所读的这段经文，我相信咱拢真熟的一段经文。不过呢，这段经文会互咱去想到另外两段伫论语顶面内面所讲的话。伫论语这个迄个卫灵公篇遐有讲到一句话，伊讲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讲你家己若歹，你莫互别人。这伫咱华人的这个文化内面是一个真崇高的一个伦理的标准。你若歹，你莫互人。毋过，这伫咱信仰内面，这敢若会当算是言语、言论安尼啊。毋过，因为伫咱的信仰内面，咱真清楚知影讲，圣经甲咱讲你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就是讲你要爱人安怎对待你，你就应该安怎对待人。这伫咱信仰内面，迄是禁律。所以说，咱看起讲，这是两种无共的差别。啊，伫这个伫这个比如内面，佫互我会当想到另外一个《论语》另外一句话，伫迄个《贵书篇》遐，伊有讲一句话讲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这句话互咱会当真清楚去理解，就讲伊的意思就是讲免去烦恼讲你的财富无济，烦恼去烦恼讲你分配有平均无，有公平无，嘛免去烦恼讲迄百姓生活无讲真好。烦恼去烦恼讲伫迄个你来即个百姓中间有安定无？如果咱将即个贵史篇即句话放伫咱今日的经文内面的时阵，咱会发现啥？即句话，迄句话就是讲一个分配平均对安定。啊，毋过伫今日经文内面咧，咱看见讲敢有平均，敢有公平，就是因为互人感觉讲无公平，再发现讲。迄个无安定，再出现讲真济的冲突。所以看起讲，伫咱今仔日要进入这个经文内面的时阵，我特别去讲到伦理的这两句话。咱毋是要去做两种文化的比较，咱是要用到一个咱华人中间上界悬的这个中国的这个伦理这个道德伦理的标准。咱毋是要去做一个对比，咱是要做。用到一个俗世的一个真崇高的一个伦理的一个标准，甲俗天的文化来做一个对照，互咱知影讲，咱要安怎样将咱的一生拢行伫上帝的面前。我相信讲，咱的耶稣基督知影讲，咱每一个基督徒，咱的生命拢无够完整，咱拢需要上帝的洁净，需要上帝的起造。所以讲，耶稣特别来设这个比喻，伊会期待讲咱。会当通过这个比喻，会当去明白伊要爱咱去行的方向，嘛会当明白讲，这个比喻就敢若真有一面镜呢。当咱去看见这个比喻的时阵，会当互咱知影讲，咱有啥物所在需要去调整。咱看见讲，伫这个比喻内面，拢真，敢若是一个故事，无啥物问题。毋过咧，耶稣伫这个比喻内面有设一个真特别的情景。当咱去读这个比喻的时，我相信耶稣嘛讲，咱会当将家己放伫比喻内面的某一个角色去想，若是你会安怎样做？咱看见讲，伫这个比喻内面，这个主人伊其实伫分迄个工钱的时阵，伊会当对迄个先来成本啊，先来成本，你若成本，你若去了，你就先离开嘛。
你若先离开，就再个后壁来，再个分，你后壁要分偌济，在你，无人知，但就袂有这个救分啊。啊，毋过咧，伫这个比喻的内面，耶稣特别讲啥？后壁来先分，而且佫伫头前的人面头前来分这个发这个工资。当然，就造成头拄咱咧讲的，无平均、无公平，就会产生冲突，都无安定。啊，这个无安定是这个主人一时头脑无清楚才造成的，也是讲这是耶稣特别要去提醒咱，要去思考的一个天国的道理的。首先，咱要去理解这个比喻的时阵，咱要先去理解讲这个比喻伊的背景。因为在咱头拄所读的这篇，这个是马太福音20章，第20章这句第一节头前两字就讲有一个因为这两字一个讲出来了，就表示讲这个比喻是因为头前19章的迄件代志，耶稣在讲这个比喻。19章是有一个真好嘅一个少年人，伊来问耶稣，哇，要安怎样？才会当得，我要做啥物好事，要做啥物善事，才会当得到永活。而且伊阁甲耶稣讲，伊所有诫命拢已经遵守啊。啊，毋过咧，耶稣甲伊讲，你应该安怎样做？你应该放落一切来跟对耶稣。毋过这个真好嘅少年人，伊无愿意放落伊的一切，所以伊就无办法来跟对主，伊就安尼真无奈，安尼来离开。当这个好嘢的这个财主离开了后啊，这个门徒因看到这个遐尼好的机会，因随甲耶稣讲：“主啊，你看，阮已经放落一切来跟对你啊！啊，那安尼咧，阮以后要得到啥？”这个门徒无去想讲，因所有一切，敢会当比人的财主的一个难产呢？比袂着吧？人的好嘢人的迄个的产业，你免和人比。毋过这个门徒因捡到了机会啊！伊甲耶稣讲：“阮以后要得到啥？”耶稣嘛真大方甲因讲：“以后啊，恁要坐伫12个宝座顶面来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耶稣有公平无？因奉献呢？因所有一切袂比你人的难产啊！毋过咧，耶稣竟然讲：“恁以后要坐伫12个宝座顶面审判12个支派，有公平无？”其实，若要照人的标准来讲，完全拢无公平。毋过咧，咱去想到另外一个2升钱的寡妇，耶稣讲，伊所献的比人搁较济，因为伊是尽伊所有的完全献出来。所以，若要对这个角度来讲，耶稣真公平啊。所以讲，耶稣甲12个使徒讲，恁以后让坐伫12个宝座顶面审判12个支派啊。所以讲，但对这个角度来讲，耶稣是公平。毋过今日咧，咱看见讲，伫即个少年的财主和耶稣对话了后，伫19章的上界落尾一站，有一句话，耶稣讲啊，针对迄个财主，耶稣讲头前的要做落尾要做大先。这是耶稣伫19章30节所讲的一句话。啊，毋过了后讲20章就讲，因为安尼，所以讲再讲一个比喻，这个比喻的上界落尾一句是啥？就讲啊，落尾要做落尾要做大先，大先要做落尾。前后这两句话拄顺时颠倒变。毋过咧，这两句话敢若是一个挂符，将这个比喻甲伊扣起来。这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就是讲今仔日咱伫上帝面头前，前后的位置、前后的顺序是会无停的变化。无停的变化。若要讲以竞选的角度，以色列人因伫头前，外邦人伫后壁。若要以宣教的角度来讲咧，欧美的国家因伫头前，亚洲这边国家是伫后壁。啊，若要以这个教会角度来看咧，咱看见有诶真侪兄弟因伫教界。也是讲伫即个外面有真好、真野目的服侍，因伫头前。我伫教会就做一个平信徒，我嘛无做啥物工，我就是可能甲做一个交代，甚至啥物拢无做，我伫后壁。这拢是正常的，无啥物好讨论的。
啊，若要用迄个迄个伫迄个即个信用的中间咧，你几落代信徒，像我几落代信徒，你是头前的，啊，我第一代信徒咧，后壁的，这其实嘛无啥物，若拢是一个事实，嘛免去特别去要伊讲有啥物好去计较的，啊，这就是一个事实啦。重点是啥？重点是讲，这个顺序，这个位置是会无停的变化。你可能感觉讲你头前，毋过有一日咧，你已经变后壁，你家己毋知。所以今日咱就是要通过这段经文，搁重新来安静，像一面镜来看家己。敢有可能讲，我想讲我伫头前啊，啊毋过咧伫上帝面头前，竟然我伫后壁，我毋知。这就是今日要读这段经文的一个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提醒伫的。所以今日这个比如，咱要学习的第一个功课就是讲啥？公平的功课。咱看去讲这个比如内面，这个主人伊一工5遍出去请工，早起6点、9点、12点、下晡3点、搁5点，伊出去请工。伫耶稣迄个时代，伊毋是讲一工做8点钟。迄个时代是一工做12点钟，对早起6点一直做到下晡6点，因为工作时间是12点钟。所以讲，咱看去即个主人6点就出去请工，9点、12点、5点一直到6点分工钱，互发工资出去。咱看去讲，伫即个过程内面，即个主人只有甲第一批工人讲啥，甲因约束讲，我要互你偌济工钱。第2批、第3批、第4批，拢甲因讲。应该互恁偌济，我会互恁，就是讲我袂甲恁失礼。第5批咧，根本都无共讲，你就入去做就对啊。安尼第5批伊若入去，到时阵若无互伊咧，伊嘛无通好讲话啊。啊，不过第5批嘛入去，5点迄批嘛入去啊。咱看去讲啊，这5批工人因拢伫迄个普通伫做事。伫迄个6点下班之前拢无问题，工人甲工人中间拢真和谐，无问题。可能大家拢心内拢会当真清楚，知影讲我今仔日会领偌济，大家拢真清楚。照着迄个付出的比例，我会当得到偌济，这是正常的。大家拢已经知影讲应该差不多。因甲即个主人嘛拢无问题，毋过咧到6点，一个到的时阵。要来分发这个工资的时候，问题就出来。主人竟然对迄个后壁的成分，所以讲，迄个埋怨的声就出来。什么人会埋怨？什么人会埋怨？6点的。你讲9点会埋怨无？我是想嘛会。12点会埋怨无？会。可能因迄个有一个。抗议的队伍抗议的这个排列，6点开上头前，9点第2排，12点第3排，啊，6点话上大声，3点的较细声淡薄啊。大家照着我应该领的咯，我较细声，毋过嘛是爱抗议啊。那会吵的会吵了就有糖吃啊，啊若无吵的，做拢顺，所以加减就来吵看卖啊。毋过，因咧想，照咱即摆立场，咱去想这件代志的时阵，我是想，你讲人性会进，人你讲外面讲人类是进化，人性敢有进化？人性有进化，人性因为罪性的关系，一直拢无变化，只有搁较歹，袂搁较好。所以我咧想，迄个时阵，因嘛是。所有的人一定拢会出来抗议，会伫遐埋怨，因为感觉讲真无公平。我做12点钟，你也正会；做6点钟的嘛安尼，做1点钟的嘛安尼，啊，这种公平。所以看起讲，这个人因咧埋怨的第一个诉求就是讲，因要爱对公平。毋过咱来想看觅，咱来以一个比较第三者的角度来去看的时阵，这个代志讲有无公平？第一个主人是照着约束的迄个内容，该互你偌济，我就互你偌济。主人无白差啦，而且咧，主人嘛是照规定啊，
因为伫迄个利未记伫迄个利未记甲申命记真清楚讲，你若迄个工钱，你袂当共欠过暗，日头若落山，你就爱甲工钱分出去。这是利未记甲申命记真清楚所讲的。所以讲，这个主人是照律法的规定，6点我无叫你加班咯，6点就互你下班，我钱就分互你啊。所以讲，这个主人伊真伊真诚是照伊的话，伊嘛真敬虔，照律法的规矩，将这个钱给分出去。你讲到底，如果这个主人，如果这个主人伊是真公平，啊，毋过这个互请的工人，因竟然认为讲主人无公平，咱想看觅到底问题出咧对？若要照道理讲，主人无毋对啊。啊，我照着迄个感受来讲，这工人感觉讲无公平啊！即马这边啊，真正真恶解劳资的纠纷啊！这个是2000年前劳资纠纷的。其实咱家真少甲想看觅，问题出咧对，人性的问题。对人，咱就分做2个角度来看，一个对人，一个对家己。对人是万道，对人是万道。这个问题毋是出伫讲主人处理这个代志有公平还是无公平，因为因万道主人出手大方，这是第一批的工人，咱一定要凭良心讲，因是真好的工人，因是真好的工人，因规工伫迄个普通伫遐工作。因完成因应该做的工，因会当接受我规工伫遐流汗无闲，真辛苦伫遐做工。毋过咧，因无办法忍受，会当有人含因无共款辛苦，毋过却含因遐共款的钱。因无办法忍受只件代志啊尔，讲啊白就是安尼啦尔。因无办法忍受即件代志，所以讲伫头仔15岁啊，主人讲你是安那，目可赤。嫉妒，你是嫉妒。嫉妒吼，怨妒是人的一个人的一个罪性，人的罪性。怨妒是对什么时阵开始？对创世时期开始啊。咱想看觅，蛇是安那要去试探人哈？蛇哪袂去试探迄个西墙好吧？嘛较有面子啊，因较大只啊。啊嘛，还有困力啦，看起来嘛较歹啊！你有本事，你去试探迄个西墙好吧？啊，你想要试探人，人看起来也无啥，啊，你想要试探人？因为撒旦怨妒人有上帝的形象甲样式，撒旦怨妒人的内面有上帝的灵伫伊的中间。撒旦怨妒是迄个。上帝形象甲上帝灵伫人的内面，所以伊要去试探人，要互上帝歹看。你看你创造上介好的，嘛是安尼尔。所以撒旦都是要试探人，互人嘛坠落迄个怨妒、迄个嫉妒的迄个的罪内面。所以咱看见讲迄个怨妒的灵，迄个灵魂的 DNA 一直留到。一直延续落来，包括该恩嘛是因为怨妒亚伯所献的祭，都从亚伯开始，一直到今仔日每一个时代的世间人，犹原共款，拢看袂得人好，看袂得人好，都是一个怨妒的一个本质啊。所以其他人会落入这种的罪，都是因为怨妒，对人的怨妒，所以讲会感觉讲拢无公平，啊若对家己咧。对家己就感觉应该啊，对人是你哪会使安尼怨妒啊？对家己就应该。当第一批的工人因看见迄个5点来，你啊嘛共款领平平钱，因会想讲，若照安尼算，我应该会当领12倍吧？我应该会当领12倍吧？因为想讲应该啊。毋过事实毋是像因所记载，因就生气啊。毋是含伊所想迄个应该诶，迄个事实
的时阵，伊就生气。真侪时阵，应该这两字吼，定定会造成人会困扰伫。你应该听我的祈祷，上帝啊，你应该听我的祈祷。上帝啊，我遐尼迄落哈，遐尼尽职伫你面头前服侍，你应该保守我一切拢平安啦。定定拢安尼，啊，伫厝里，翁仔某中间嘛是共款啦。你嘛应该较体贴的，你嘛应该加点仔做一寡洗一个碗一个，你嘛应该安怎样拄安怎样一个。这个时阵应该这两字会造成真大一个关系的一个问题，而且咧，这个应该这两字嘛造成家己本身真大一个会困扰。就想讲之前我有一遍我去马街检查身体，伊在体检的时阵，用迄个润滑液巴多加给你迄个超音波呢。先生，你这个中度脂肪肝哦。我就听讲，这个我哪有中度脂肪肝？我就想讲，护理师，这应该是比较胖的人才会脂肪肝吧？伊底下动，把是过底下用，有够贵讲啊，先生，我看你应该不瘦吧？我听了实在有够艰苦。林牧师，你觉得我胖不胖？我想林牧师应该是很有爱心的牧师。只是他不好意思说出来而已。应该这两字，然后用伫好的方向，会造成彼此看见上帝同在。不过应该这两字用伫迄个负面，想要得到家己利益的时阵，会造成真大的一个问题伫的。所以有当时，真个时候，咱人甲人的关系，你要用到应该这两字的时阵，爱真斟酌。爱安怎样去思考上帝安怎样会去看待咱伫表达的迄个心思意念，一个无拄好，可能嘛造成家己真大一个困扰伫的。所以伫这个比喻的中间，其实无人受到无公平的态度啊。唯一受到无公平的态度是这个主人，有当时咱嘛拢期待讲，上帝你嘛对我较公平咧，毋过咧，话倒转来想，咱对上帝敢有公平？有当时咱对上帝真正真无公平，咱家讨真济，毋过咧，咱竟然为主付出的无偌济，所以讲第二咧，咱看见讲，除了这个公平的功课以外，咱来看讲，这个伫这个比喻内面，咱学习的第二个功课就是感恩的功课。当一个人无搁再自义的时阵，依照办法来学习感恩的功课。当第一批工人因进入这个普通工作的时阵，因敢真正吃亏。5点会敢做1点钟，就领平钱；6点入去做12点钟，嘛共阮领遐钱，因敢吃亏。可能咱若以一个较世俗的这个工作时数来讲，可能吃亏。啊，毋过咧，咱换一个角度来想，6点入去，因的心一定是真定着。因为我知影，我迄日我家己生活，以及我的家后我的囡仔家庭，大家生活拢无问题。伊可能真辛苦，无毋对，毋过咧，伊会当伫遐拿考试咱和边仔人开讲，完成我的工作。啊，外面的人敢有加看我？因咧心甘的是，我今仔日若无佚头，我等于我的某囝要食生，要安怎？我要安怎面对我的某囝？因敢会快乐？因敢有可能伫遐拿考试伫遐拿伫遐等人要来请因去做个做事。如果咱内面的兄弟，如果和我年龄差不多同款的，可能会来去想看觅。伫40-50年前，台北桥骹的情形，伫迄个时阵，台北桥骹真侪人中南部起来，伫遐等冒头要请工。透早就来要点工，来点工。你若有点着的，欢喜甲袂过的，因为我知影今日搁较辛苦，毋过我转去，我的某囝有通好食穿。毋过我若无用点着咧，伊个可能伫遐考试伫遐讲，哦，我真欢喜，无可能，因为伊知影转去了，伊某囝要安怎？总伫外面的人无一定都加较好，当然伊。
这个角度来讲的时阵呢，其实咱每一个拢爱感恩啊。一个会晓感恩的人，伊对人，伊袂去比较。当迄个第一批的工人，因目睭紧紧看到迄个第五批的人摕着工，遐个工钱的时阵，因常常袂记得因的辛苦，因看到有气力伫遐来抗议。当一个人开始会去比较的时阵，伊就已经开始来去面对着试探，嘛真有可能会落入迄个试探的中间。就像讲，当时亚当夏娃伊去食迄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后，因就开始有迄个比较的心。所以有当时人哋讲分别善恶树的果子，重点毋是善恶，重点是分别。因为你想要去做比较嘛，分别善恶。上帝创造一切拢讲伊看做是好，看做是好。毋过当人食迄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了，就来批评，甲上帝批评指教。伊使迄只面子较好，伊住迄个豪宅较好。有一遍我伫即个教会，有一个无熟悉的。一对阿某，因对外面行过，头咧咧安尼真无元气，真实际安尼行过。我看想迄遍，我真有感动。我讲，我就甲因迄个问候请安，讲方便入来坐一下，咱来为你祈祷安尼。因就入来了，咱知影讲因就住伫教会附近。然后咧，因即个最近伊即个丈夫检查了身体无好。有迄个较无好的一个病症，所以因真实际。伫讲了，我嘛替因祈祷，嘛甲因分享咱的信仰、上帝帮助。了后咧，因就想要转去，我就讲无，我送恁转去，因为我看因的情形，敢若真袂放心。我讲送恁转去，因就讲因住伫附近尔，住伫教会边我送恁转去，我嘛咱哪行哪开讲，安尼嘛送恁转去，我加较别安尼。一个送伊转去了，我才发现讲。因住迄栋规栋拢因的，迄个所在，敢若一站就一个外，规栋拢因的，而且迄个是一部分尔。伊要爱是啥？伊要爱是一个健康。我过工咧，真正有当时上帝你做代志真特别。过工我咪共款同一时间去拄到一个少年人。伊嘛是安尼，安尼行过，我嘛是向我嘛甲伊请入来，甲伊含仔开讲。伊也对中南部起来，伊讲啥？伊讲伊所要爱，就是下当有真好的一个产业，会当用伊的健康，伊愿意换这财产。毋过前一工迄个伊愿意付出所有换伊的健康。因两个拢无熟悉，毋过对我来讲，伫前后2工，而且同一个时段出现这两个。一个情形的时阵，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一个会提醒伫的。人要爱是啥？你入要和人比较，敢有迄个利益？无利益。所以讲今仔日，咱做一个基督徒，上帝让予咱的杯是啥物杯？咱就欢喜，家接来就好，无需要去比较，嘛无需要去计较。因为上帝让予咱的杯，就是上界适合咱的杯。这对别人是你拢莫去比较，莫计较。对家己咧，你要诚做一个感恩的人。咱看见讲一个人，伊若会晓啥？伊若莫去自义，莫去做比较了后，伊才有可能会晓开始去感恩。如果咱个想看觅啦，如果迄工第一批的工人。伊领钱了，生气抗议拢无效，伊就转去啊。你想讲好啊？你安尼对待我，主人你安尼对待我，好啊！我过工我就5点出来啊，看你要安怎。伊若5点出来，
主人第二天敢过会请工？毋知。啊，若是你是主人，你第二天敢过会请伊？若是你是主人，你第二天敢会请伊？伫即个比喻内面，咱看见讲啊，即个主人称呼迄个抗议上个大声讲啊，该称呼一个称呼是啥？朋友，朋友，伊竟然称呼伊朋友。朋友这两字，咱可能感觉讲真亲切的用词，因为阿伯咧嘛称作上帝朋友，咱的先时嘛讲至好朋友就是耶稣。啊，毋过伫马太福音独独伫马太福音真特别。马太福音敢若有3个所在称呼对方是朋友，一个就是遮，伫即个比喻内面，普通的比喻遮，称呼即个主人称呼迄个抗议迄个讲你朋友。第二咧，就是伫即个马太福音敢若22章遐，马太福音22章遐，耶稣嘛讲一个天国的比喻，一个王请人客来食饭，啊，毋过咧有一个人无穿礼服，就坐伫遐，迄个王讲啥？朋友啊，你来我遮来无穿礼服，就叫人甲伊白白的甲等伫外面黑暗的所在。王称呼迄个无穿礼服的是朋友。第三咧，马太福音第3称作朋友是伫克西马尼园，犹大带人要来掠耶稣的时阵，耶稣称呼犹大讲朋友啊，你要做你就紧做吧。所以讲伫即个马太福音的角度，伫马太福音的角度称呼对方是朋友，就表示讲啥？是关系完全停止的一个称呼。所以以后你若伫教会内面，然后人甲你讲朋友啊，你还真细致啊！你甲伊真细致问讲，请问你是马太吼？伊若讲伊毋是马太，安尼就是朋友啊。所以今仔日咱看见讲啊，一个人，你若会晓感恩的时阵，你才有办法去看见上帝恩典。这个人，伊若知影会晓感恩，伊就真正毋是，都是上帝的工人，都是上帝的奴仆。所以今日咱伫遮来看见，这就是一个咱爱学习的一个感恩的功课。啊，第三个就是一个听心的功课。咱对一开始这个比喻的时候，耶稣已经真清楚表明讲，这是一个天国的比喻，是爱毋是用个俗世角度来看，是应该用天国的角度来去思考这个比喻。咱看见讲啊。这个主人，规工拢伫遐，对早甲暗，一直去外面巡看有人无？希望所有的百姓拢当进入葡萄园。咱可能想讲，这个葡萄园是教会，毋过咧，伫我的想法内面，这个葡萄园是上帝的国。咱毋是敢若进入教会，咱进入教会，毋过咱敢有进入上帝的国内面。咱进入教会只是一个敢是一个门尔。当你进入这个门了后，才会当去开始去理解，你有要进入上帝的国度无？咱看伊讲，这个主人对早甲暗，呼召人入来，进入伊的教会，进入伊的教会，啊，佮对伊的教会进入到伊的国，这是一个无共一个程序。咱看伊讲上帝伫遮。这个主人一直伫遐来邀请人入来，伫迄个过程内面，这个主人并无去计较讲这个工人伊的伊体格好啊无好，伊的口才好啊无好，还是伊够做事无？伊有啥物款才情无？无，拢叫入来。所以今仔日咱来到上帝的内面，上帝面头前，上帝要看，毋是咱伫外面。有啥物款的地位还是身份？上帝要爱是讲，咱既然互伊呼召入来了后，咱敢有忠心伫伊面头前做咱应该爱做的工。这就是上帝要爱咱去学习的一个真重要一个听的功课。啊，毋过咧，今仔日咧，咱看见遐个6点入来的人咧，因伫遐感觉讲，因无办法接受这个情形，今日咱毋爱去看见上帝的听，咱嘛爱去学习这个听。伫早前我伫经过一个教会的时阵，我有一摆我进前无因为之前服侍过一个教会，发生一个真特别的事项。一个长辈，伊伫年轻的时阵一直反对伊的家后去教会，
伊个囡仔若去教会，转来互伊抓着了，一定规个阿公阿嬷会相片面头前，伫遐跪规工诶，而且真反对教会活动。所以讲，真个时阵，大家拢会全教会人拢会感觉讲，这可能是迄落迄撒旦诶问道，对，要攻击上帝国嘅一个诶百姓。毋过无按算，当伊年老的时阵，伊竟然得到上帝拣选，伊竟然想要洗，伊竟然洗礼，伊洗礼了后，无偌久，无到1个月就过身啊！伊毋是5点入来，伊5点59分入来，5点59分入来，有算无？有入来啊！伊人领共款的钱，毋过迄个时阵呢，伊教会有2种的声。无所以你甲洗礼安尼，伊真诶敢有得救？有人会问啊，我哪会知？你问上帝啊？迄上帝的主管啊，咱袂当占管啊。毋过，你现在要问这个问题，因为你怨道，你感觉无公平，你感觉真够计较。你感觉无应该是安尼？所以，伫迄个过程内面，迄个教会有2种的声。一种是感觉讲，若是安尼就会当得救啊！安尼我何必喊你早就来教会？伫遐，我就主日礼拜我就去外面佚佗吼啊！等吼，退休也是年老吼，拢已经拢无用，带孙嘛拢大汉啊，再来开始来教会，我嘛得救啊！我也使你辛苦。少年就是教会服侍，到老，规地拢会得救，也是安尼。伫之前我嘛捌拄过一个长辈，伊信主了，伊甲我讲，伊伫年轻的时阵，伊伫同一日失去2个囡仔，恰好2个囡仔拢过身。迄阵时伊也无信主，尾仔伊信主了。伊甲我讲，牧师，如果我的生命内面，若讲有影注定爱同一日失去2个囡仔，若安尼咧，我宁可要伫上帝面头前，同一日来失去这2个囝，我无爱伫遐个生命面头前来失去这2个囝。这对伊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提醒，嘛对咱基督徒来讲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爱警醒的话，所以有当时咱拢莫去计较，嘛莫去爱去学习。所以伫迄个过程中间，有人感觉讲神啊，安尼嘛通得救。毋过咧，伫迄个教会内面有另外一种声，感觉讲伊就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真正感谢主，听阮的祈祷。因为安怎？因为迄个年长长辈是因的亲人啊，伊的老爸啊，因翁啊。所以我倒转来看这个比喻，如果下晡5点迄个，若是采去6点的迄个的因老爸咧，伊一定讲啊，主人，你有影吼，宽宏大量，你有影吼，听心满满，你有影吼，实在有上帝恩典听伫你的心上，因为伊听就转来甲咱一开始所讲的。你要人安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安怎对待人。迄是一个听爱心的金律。所以今仔日这个比喻要甲咱讲的，就是讲啥？今仔日你若有听心，就算你伫人的面头前是伫落尾，毋过咧，你伫上帝面头前是伫头前的。所以无需要去苛刻讲，我伫这个地面上啊，人拢伫安尼遐尼有身份、遐尼有影目的服侍，我无。你若有听心。你若能去听你四周围的肢体，你伫上帝面头前都是头前的。你若无听心，你搁做较济，你虽然伫人的面前是徛伫头前，毋过咧，伫上帝面头前咧，却算是落尾。这就是今仔日个比喻要甲咱讲的一个真重要的提醒。我问讲，咱每一位兄弟，莫去受到任何的影响，嘛莫去落入任何的一个血气的一个捆绑，咱犹原爱用着听心
来去款待咱教会以及咱四周围厝面隔壁每一位兄弟，互人伫咱身上看见上帝的同在。咱做同心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会当通过即个比喻，佮重新来学习互相相挺的一个真理。主啊，阮知影即个时阵，阮为着俗世的即个缘故，嘛因为阮家己的血气佮软弱，致到阮渐渐来失去阮的疼心。毋过求主你帮助阮，通过主你圣神的引传，甲圣经的话语、真理的起造，互阮会当佮定心伫你面头前，成做你所欢喜的百姓。阮将阮家己完全交伫主你的圣手，求你伫阮的身上来做美好的起造甲带领。祈祷上耶稣基督名来求，阿免。